哦，然后佮家己唱，家己做佮家己唱哦。哦，台人，大台人，台人传来台语，传来歌，台人通通知啦。哦，咱咧教做意思哦，宋朝李学家周敦颐的后代吼，做伊摸到啦，吼，做个做歌手的，嘛做以遐个册呢。哦，做歌手讲做五清表以上的哦，太牛哦，哦，含市长都较关心。讲即条台南通人知，市长打电话才联络。咱这是大人才啊！迄个伊甲我用做伊粉丝的头号粉丝啦。头号粉丝。我唔敢去参伊联络个，因为伊是民进党的嘛。我政治是无咧参的。无咧插政治就对啊，是啊。是啊，好。才会遮高写，才知影想要写这，才会去想着要写迄，迄是有灵感哟。无啦，有灵感，才知影要写啥。迄个上满刀的我嘛写足多。满刀我写足多。我人才啊，这大人才。哦，哦，毛线头我有写着，到尾落有写着。哦，我一条歌会当写到遮有落去。好。哦，我这用台语唱的呢，哦，嘿，哦，可以当自作词，可以当自己唱。我才知影想讲安怎唱，迄个，哦，迄个音高我，迄有一个曲的，迄个音高我袂。迄一个曲，我袂晓看好啊。哦，啊，毋过迄个曲咧。才会知影讲迄个高低曲看长看外景。啊，我着灵感没有。着写出来，啊，我第张甲笑出来。搞，有个灵感哦。哦，那里搞个人才。拄到遮啦。这个是人才哦。讲阮啊。伊说台语的，啊，有哪有国语的？哇，国语的啊！哦，满头红英中药。联系工作室的人哦，联系工作室，宋朝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子孙呢哦，这个台湾之光啊，哦，周医师各有发明不给什么金头啦，哦，那蛮好命的，哦，赞啊！哦，所以就迄甲我用的啦。哦，后人甲采访的哦，各有来采访的个搞哦。我看这条是。好干呢，好，单位迄个都唔爱变电脑咧，啊，咱佫有法度脸书部落格拢有，好干呢。单位佫有 YouTube 家己频道歌唱作品拢会当上传。有啦，迄个脸书本来。有恁问啦，啊，我唔敢甲参加啦，因为我想讲，我哪会收广告费的？敢会？袂啦，YouTube无收广告费，是惊伊会甲咱插落去广告。而咱的影片咧做的时阵，会甲咱插落去做广告呢。啊嘛，这国语的。迄咬过来，台南通人知这国语的。啊，拄啊台语的，这过来国语的。讲世上谁人最伟大？哦，啊，这条毋是台南通人知啦。毋是？是啊，这另外。这另外好，吃啊吃啊！我的妈！啊，才知影想要写迄个，会心内是自然的生出来，迄字自然造出来呢。无啦，我呐。有一个灵感。我就写5400几条的。哦，5400几条，搞，啊你逐日都拢咧写有。我若会晓写，我就会晓写。啊好，搞会晓写，会晓写。啊你逐日都拢有写呢，也无5几档的对阮啦。啊是自己写过来条迄。我有去
到时候迄个，对对对，我上早是高中的是写一条流水倒去的。高中就写流水所以。啊，迄个算做编迄阵，做编写本阿峰啊。阿峰啊。长篇小说。长篇小说好写哦。啊，拄啊，迄本了，想讲，若用迄个写歌词可能较紧啊。啊，写小说，规章的做编才写一本的。啊，我知影，迄阵退伍了，因为爱写，啊写歌词啊。搞，做编了写这哦，能量足强啊。做编了写歌写足多。像这是我卖迄个卖我的枕头嘛。对啦，你也发明枕头。家己做来介绍文宣啊。这条是。做文案的做枕头的介绍。这枕头是迄个头壳藏的所在搭落呢。对。安尼。边啊悬。安尼哦。所以讲。较袂走伊啊伊袂考就行到头啦。较袂考。爱说台语啊。对，有道理咯，对，拢有学问啦。知影人安尼想，搞啊，这资料库就是讲你有迄文字的，文字啊，接做几位要缩写，就讲这个歌词或者歌曲名啊、歌名啊，缩写难打去。右边就出足侪种有关的资料拢找出来，毋免单一条条找档案。无咱一般咧做资料拢无爱找档案，对。我，迄若要做迄可能讲袂有啊。做资料库，然后有个文字档案，互我参考落当做资料库哩。我看这条啥？有咧考虑无？叶啦。做资料库，带电脑操作就好啊。我迄个是有伫考虑，但是。毋免开钱啊。但是迄足济呢。你著有诶。迄拢话拢还无歌诶。拢还袂，我真有歌是，迄个历史内底甲我写讲回顾，无一款啊做，迄个另外有一块。过去的回顾伊说出来了，我就去甲，迄拢无歌，我就甲切迄出来。我删掉去啊。无连书遐济好物。刚。这条讲，迄个叶老啦元老啦叶老。安尼做歌词是拢是暗时爱去，这是咧做较济看灵感。我某无爱我用这啦，我拢没事做。伊拢讲我不负责任。我讲真济讲有才华咧。讲不负责任啦。真济都嘛是种才华。这大部分拢数学的啦，就是讲拢纯正的，毋是啊，全部拢嘛拢纯正的。讲你今歌词会去写着动物的肉的，菜迄塑料来替肉啦。迄个写的传事实，写的是话想的啦。话是听人客讲的啦。听人客讲。赞，感恩啊，好。